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衬拖有真侪款，伫厝里穿的、月经啊穿的、走表穿的，我也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捌看过的目镜。这款伫厝穿的鞋啊是安怎来的？也阁有啥物变化？过去大人拢会讲袂使穿衬拖出门，因为真歹看。对台湾人来讲，穿衬拖出门伫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是互人当作真无水准的代志。后来却变做代表反抗的一款穿插。衬拖代表的意义嘛一直在改变。台湾的衬拖也阁有摕过专利。今日我来讲为目镜到衬拖的转变。目镜有人讲差镜，我看教育部词典内底也阁有写着讲别个所在嘛会讲差徛、目徛。金门、马祖遐讲差徛，伊头一字拢相共，无共的是后面迄字的发音。我伫去年出版的《台湾日常》这本册内底有写着一篇讲过去的人无穿鞋啊。若是因为买袂起，是迄当阵的路足歹行的，穿鞋啊颠倒阁较无方便。迄时嘛有写着日本人的目镜有真悬的两起，安尼伫落雨天出门的时阵，较袂惊路淋会落古霾，阁甲规双鞋啊真垃圾。真侪人叫是早期台湾人穿目镜是受到日本人的影响，其实台湾真早就有目镜。台湾目镜甲日本的目镜嘛无相共。古早日本目镜甲台湾上无共款的是伊下底迄块柴。日本的目镜有两起的，就是有两块房啊，也嘛有做一起的。目镜下面敢若一起是要安怎穿？敢袂跋倒？这款一起的目镜嘛叫做天狗鞋，就是互练剑道、练武术的人咧穿的。训练因的平衡感。日本目镜是用骹枕头仔夹的，毋过伊夹的所在会做伫迄双鞋仔的中。台湾目镜无一定是夹的，就算是用夹的，伊夹的所在嘛袂顶伫拄好正中，伊会顶伫下面的1/4、1/3的所在。我遐有印象，细汉的时阵捌看过的目镜。毋是像日本目镜迄款下骹有两起，是下底有一块真厚的柴，穿起来重款款。主要是拢厝内的女性咧做事的时阵咧穿的。这款毋是用夹的，是顶头有一片塑胶，两头顶伫即块柴做的下底顶头。迄时厝内的设备，特别是用水也无遐尼方便。伫厝内的查某人时常骹拢会捌澹咪，因躯咧洗衫的时阵，也是伫灶骹拣菜煮饭的时阵，拢会穿目镜。单位期的研究写讲，台湾式的目镜上早顶面迄块是用樟白的，后来才有用篷布做的，尾啊才看到塑胶做的。目镜是真重，我有看到。台湾服饰志，因就捌写过一篇咧介绍目镜，内底写讲1950年代的报纸内面，阁会看到用目镜当菜刀，也是摕目镜去磕别人的头，这款社会新闻。目镜生产上济的时阵是1940年到1960年。到今台湾也有袂少用目镜来号名的所在，而且是为北部到南部拢有。可见迄当阵做目镜的材料甲做目镜的师傅是四界拢有的。伫台北即卖泸州过去都有一条目镜街，伫苏澳北美地区有一个叫做目镜庄。
南投德山镇即马有一个目镜寮生态园区，阿里山铁路线有一站就号做目镜寮。伫台南、伫高雄，拢有叫做目镜寮的所在。目镜是为古早落雨时通穿出门的鞋仔，变做后来伫厝附近人咧做代志会穿的鞋仔。目镜是当时无去的，差不多1960年代左右。一方面是政府咧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国民生活运动，伫电影院、公家机关、戏院内底拢禁止穿目镜的人。学校嘛认为穿目镜去上课是足差的，去公司上班也是计程车司机拢规定袂使穿目镜去。也阁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迄当阵树林做的鞋底甲树林做的衬拖开始变质。树林做的衬拖是安怎来的？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树林是用伫军事工业，战后剩真侪树林，日本人就想着讲会使用树林来代替这茶来做衬拖，因为日本的设计袂歹，树林的成本阁足低，所以日本人做出来的树林衬拖，毋但伫日本时行，伫美国嘛卖了真好。因为穿咧行路会皮皮破破，所以就甲号做 flip flop。日本出口真侪衬拖去美国。台湾家己做的树林衬拖嘛是1950年代迄时开始的。迄时做出来就是即马华语讲的蓝白拖，因为是白色的树林鞋底，顶头迄块是蓝色的。这款蓝白拖是后来伫台湾逐渐看会到的衬拖，会做蓝色甲白色，是迄当阵用国民党的党旗的色去做的。这项战后上侪人穿过衬拖，头起先是国防部做出来的。做衬拖嘛毋是国防部家己的主意，是迄时战后美国援助顾问看到台湾足侪人拢也无穿鞋仔出门，也无得穿平底的布的，目镜是阁伤重，真歹振动，所以因就建议国防部做树林鞋仔。伫台南咧替军队做鞋仔的连勤广州树林厂，后来改叫做连勤304厂。因就去设计用树林来做衬拖，因为干那做鞋底甲顶头迄块大，所以成本较俗，阁真简单。至少穿这款衬拖行伫石头路顶头，骹底较袂痛。迄是上早做出来一批衬拖，毋过后来会大量生产，是台湾的石油化学工业开始发展。会当提供搁较侪树林原料，真侪做鞋仔工厂就甲军队做出来的衬拖改良过，大量去生产啊。除了蓝色、白色，后来嘛有做红色、白色的衬拖。毋通看即项衬拖破破尔，即项鞋仔伫迄当阵是真特殊的，因为伊的树林鞋底会对即个骹形变化。算是真古早有记忆的鞋底，有穿过的人应该拢会记得伊的鞋底，也阁有一顺一顺，安尼，互你的骹底才袂骨去。行路的时阵，即个鞋底阁会对骹翘起来。这嘛是第一项会吸汗的衬拖，会卖甲遮尔久，到搭也阁有通买，是因为伊足好穿，而且足俗的。伫台湾原本的目镜，为1960年代互人禁止穿去公共场所。毋过树林衬拖嘛相共，真侪人也是感觉穿衬拖出门足无礼貌。政府机关、学校也是餐厅，拢时常有禁止穿衬拖入去这种规定。去参加典礼、去庙林，也是去教会。穿衬拖嘛毋是真妥当。
其实穿衬拖也阁有另外一项原因，就是衬拖甲目镜拢是买袂起批的，也是较贵的鞋仔的人咧穿较济。所以穿衬拖毋若是无礼貌的问题，穿衬拖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，而且穿衬拖出门嘛是一种文化象征，代表一个人穿了真凊彩，教育程度可能嘛较低。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台湾人甲穿衬拖出门当作是真无水准的代志。毋过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始，穿衬拖变作是一种反抗，对政府的规定、对学校体制的要求，也是社会的一寡规矩的反抗。尤其是时行穿衬拖去大学内底上课，有法度考调大学的人，因嘛穿衬拖出门，嘛代表这个大学生甲社会基层的人徛做伙。毋过真正互衬拖的地位提升，是外国人嘛开始时行穿衬拖出门啊。有一阵巴西穿去海边的夏威夷树顶做的夹脚拖，热天穿足方便的，嘛足时行。也阁有一款是德国的 Birkenstock， 嘛足侪人穿，因为设计人讲穿这款鞋对骹是较好的。因为这拢是进口的衬拖，足贵。大家对衬拖的看法都无相共啊。即马真侪名牌嘛拢会做贵闪闪的衬拖，互大家会当穿衬拖出门。我有看到，感觉较深刻的是，走表嘛会当穿衬拖。最近有一款嘛是做夹脚拖的迄种型的衬拖，只是伊的下底佫厚佫软。可能是材料真无相共，真正有人穿咧走马拉松。毋过我嘛有看到福建师讲，无论安怎穿衬拖走表会互骹受伤，所以这个问题应该留互大家去研究。上尾阮兜是讲衬拖，毋过我嘛发现衬拖有真侪无共款的台语讲法，有人讲拖，有人讲下拖，也阁有人讲萝莉真侪人嘛拢捌听过斯里巴，敢是英语日语讲法，这我都毋知影。今日我先讲到这，一礼拜拜六暗时11点，我会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讲这3天来做这个节目的经验，我的一寡想法甲节目背后的理念有啥物变化。那11点也未困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参加这个线顶的活动。你若去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，就会看到活动的消息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 ECP 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